因为咱看到飞行机顶的空服员查某的大部分拢是穿裙，也毋过华航对昨昏开始换新的制服，这内底是有裙有裤，在你介意穿，只要是穿制服、穿裙、穿裤拢会使。坐车来到小港机场，华航的机组人员落车，赶行李进入管制区。头一批空勤人员大部分是穿裙，另外一批机组人员有不少是穿短裤。比较寒冷的地方，保暖性也比较提升，然后在工作上面也比较利落，活动度也有很大的提升，安全感也提高很多。传统就是旗袍，那可能都会有一点点侧边的开叉，那蹲下的时候可能就会开叉的部分会有一点往，就是会比较就是蹲下来会高一点，所以会觉得比较不好意思。华航讲，为元旦开始，女性第一线的服务人员，包括上山、桃园、高雄机场的空服员或者是工作人员，拢会当自由选择要穿裤或者是穿裙。让同仁自己选择，他们会依照他们的需求，他们在3套的制服里面，他们可以选择有1套裤装，或者是有2套裤装。空服员认为这短裤的布料穿落不哩舒适嘛会烧，而且伫做工课的时阵，若需要裤类也是压类，嘛较有安全感。华航是算是作为表率啦，我们算蛮乐见其成的。那希望可以看到这个华航的案例，可以让其他航空公司赶快跟进，一起改善。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去年捌讲，咱国内6间的国家航空公司，敢若有虎航制服有短裤，这个华航的改变嘛，希望会当带动其他的航空公司，尤其欧美国家大部分的航空公司拢已经开放会当穿短裤，日本跟韩国的比例嘛袂少，希望台湾嘛会当量早全面开放。对他们来说，工作上也比较方便。比如说在服务旅客上面，我也觉得裤装对他们来说是比较好做事。这样很好，这就是可以自己选择，就是不会受以前那种限制。空服员等等的工作人员上班穿短裤，旅客嘛真认同，互因伫咧执行勤务的时阵会当更加流利，嘛提供更加周齐的服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